令人心酸嘅一幕，令人期待嘅一集5月1號終於出街，不過同時出現意想不到、令人驚奇嘅畫面。多謝所有從 G1 認識我同支持過我嘅朋友，對不起，我要離開了。那一天 ViuTV 打造全新真人 show， 成班女仔出嚟做宣傳，而江湖一早傳聞㗎啦。Winky 黎美賢同一眾女仔不和，其中更被指對戰 Rika， 拳到肉，打到對方慘變豬頭。你見佢防守呢，的確好穩健嘅，即係對戰終於播出 ，Rika 亦喺節目完結嗰陣時喺 Instagram 度發千字文，話受傷之後真心冇怪責對方，當時亦有讚對方打得好。不過爆發點在於鏡頭後喺化妝間休息嗰時 ，Winky 用帶有挑釁性嘅表情以及語氣走過 Rika 度講咗3次 Rika， 對唔住啊，其實我唔想打你噶，我已經留咗手噶啦。Rika 話呢個嘢徹底踩到佢底線，覺得好唔受尊重同憤怒。其後亦再有提及佢嘅傷勢，話至今5個月飛蚊症還在，左手中指彎曲，條腰隱隱作痛，順帶指出自己絕對唔係借傷上位。千字文最後講到嘅同2個鐘之後發嘅 po 一樣，話呢個節目將會係佢最後一個節目，退出娛樂圈之後將會同朋友一齊投資生意，同埋喺法律學習上更上一層樓啊！